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6月28日沙田黃昏馬星期六共11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6:00，重心嘅精選係第4、第5同埋第7場。第一場14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路線路萬里，孭132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領創動力，孭129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12號全程路通，孭123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2號天喜運，孭129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近績最好係跑第5。第二場12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聖多多，孭127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3號欣樂人生，孭122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近績最好係跑第7。10號讓愛高飛，孭127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同埋14號伶俐標區，孭120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第三場20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君子傳承，孭124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愛心神區，孭134磅，配呢個潘明輝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7號青雲龍區，孭123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6。同埋3號共享富裕，孭125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四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合夥飛馳，孭129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冠輝王，孭127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初出馬。11號新力超星，孭126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6。同埋4號金創福威，孭131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5場20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風起雲湧，孭123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3號暴風雷，孭117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3號夢照發，孭128磅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同埋6號雙贏，孭124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第6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實力派，孭134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拍馬難追，孭132磅，配呢個董明朗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6號浪漫喜宴，孭127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初出馬。同埋1號幸運多彩，孭135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7場165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1號大利好運，孭122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天時明區，孭127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7號翠兒威威，孭127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
同埋9號川河營區孭124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8場1000米一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氣勢孭134磅，配呢個艾杜蘭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紅日社孭118磅，配呢個董明朗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4號神希麗人孭120磅，配呢個潘明輝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6號馬力孭120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9場1004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同心同樂孭132磅，配呢個艾兆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唐不甩孭135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13號一生好彩孭120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成績最好係跑第4。同埋9號長隆區孭125磅，配呢個艾杜蘭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第10場165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超加加孭126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黃龍飛將孭132磅，配呢個蔡明紹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5號自跑得孭128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11號聖義孭123磅，配呢個艾兆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2。第11場1004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喜尊龍孭130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紅愛社孭120磅，配呢個董明朗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1號一起美麗孭135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成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6號美麗星辰孭124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初出馬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